好来，乡亲啊，这个天气反冷，乌金嘛来报道。这个中华新港第一批养殖的乌鱼大丰收，有4000多尾，每一尾平均拢有3大斤以上。啊，若讲到这个乌鱼哦，规尾拢是宝。这个乌鱼若是母的，迄个卵就是乌鱼子；啊，若公的，就是乌鱼标；啊，若这个鱼仔吧，就是民众上爱摕来炖汤的乌鱼壳。啊，这个乌鱼就市咯，民众是排队来抢买。 中华新港头一批养殖乌鱼上花，各肥各大乌鱼平均拢3大斤以上，放伫涂骹当那一个乌鱼小山，4个工作人员排做一条生产线，分工合作，把乌鱼子挖出来。 拄挖出来淡乌鱼卵是感觉黄色真饱满，吸引真侪民众伫养殖池边啊，哪看太鱼仔乌卵，哪准备布袋，但要付钱买回去。今年都3400买了。头一批养殖乌鱼像市价小袂歹，池边交易价每大斤900块。乌鱼母的卵就是乌鱼子，乌鱼公的蒸笼就是乌鱼标，内脏拢会使食。 剩的乌鱼肉就是俗称的乌鱼壳，会使控汤配面线，价钱嘛真好，每大斤是65块。来6100好了。唔但乌鱼子、乌鱼标真抢市，乌鱼壳大家嘛排队小济要来买。知影安怎食民众拢是规下地咧抢，有的凊钱的都要开到上万块。因为天气变寒，乌金嘛对咧报道，这个时阵食乌鱼料理来填补温暖身体上适合。